关心国军的性平案件，顶个月有空军对查某大学生卡来手来，女学生报案，军方已经要求这个中士强制退伍。北师大关怀协会表示讲，1999年发生军事馆的性侵命案较大，法院受理63件军中性平案件。有立委嘛公布讲，5冬来国防部统计性骚扰的案件有306件。立委认为军方应该要有第三方的调查机制，嘛要增加委员会外聘委员的比例。性骚扰、性侵害争议伫社会一直变，国军原来是性平案件真多。顶个月逼出空军中士性威胁女大生，互人反诉前报警，也捌传出中士申请退伍，军方是改讲已经下令态度。北师大关怀协会15公布台湾军民性平暴力事件的调查报告，为1999年军事馆性侵命案到即嘛，法院受理63件性平案件，尤其以性威胁上严重。因为军方喜欢切割，担心影响军队的形象。切割之后，让这个犯案的人没有任何的辅导，就丢回社会，然后他常常就要自己去打官司。因此，这当中侵权赔偿的官司是很多的，似乎也没有运用这样的自己的一个规定来做一个身心辅导，就让所谓的行为人。就是回归到社会，我们会担心，这样的一个行为人，他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再犯的一个几率是高的。军中较早拄到性骚扰、性侵案件，上接看的都是用法律的方式解决，不过无针对加害者进行身心的辅导，都切割。黄伟伟认为，军方安尼做无负责，无顾到民众的安危。另外，调查嘛发现有38件军人牵涉到性威胁的判决。将近一半是妨害性自主。有立委嘛公布预算中心的评估报告，国防部将近5年的性骚扰案件有302件，不过比国防部主计局统计结果较少，这个有无公开。全部的案件中，尤其是以男对女的骚扰占93.02%，受害者为士官及士兵占73.26%。对这些所谓的个案呢，也有到我们部里面定期的来由长官主持。跟那个精进的部分，民进党立委陈培如认为，军方爱成立第三方调查机制，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，也甲提高性骚扰申诉调查会的外聘委员比例。落实军方性平教育，应该要伫中正以后的阶段，加强军校生的性平教育，也甲心理辅导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